而且呢把係有 Damascus Blade 嘅呢個，你睇幾靚仔。咁個 clip 可以兩邊裝啦。因為我想睇一樣嘢就係咧，如果你揾 Ultem 嚟做刀柄咧，真係要嗰個 machining 要好小心，因為呢隻料即係點樣都比其他物料係容易會崩啊！如果你做嘅時候唔小心，你好明顯佢一定係 CNC 㗎啦。咁所以，但係我係相信 V-Knife 嘅能力嘅，即係 V-Knife 基本上已經係國內最頂尖嘅，即係做呢啲刀嘅一間工廠。所以佢嘅技術啊，佢嘅經驗絕對係無可比擬啊！即係最容易咪嗰啲窿㗎啦，啲開窿嘅部分啊，啲螺絲開螺絲窿呢啲位咧，你一睇就知佢嘅 machine 做得好唔好。